好，对吼，咱9点的时阵呢，会去迄边游艺场，游艺厅，咱会去哪遐？公车，要是去1站哦，无老师会袂去哦。啊，下人你就无囡仔哦，吼。咱拄则有下到这样的就一个囡仔对不对？加一个囡仔。哦，所以咱下头会使摕到3个囡仔。公车。啊，5星级的啦。5星888。公车888。我来出名，我会回家，我会回家，身体勇敢，我会回家，都水出名。才袂滑倒吼，啊所以看好，结果呢遐已经来去啊吼，啊所以遮袂使我来站的哦吼，安尼听有无？好，嘿，恁物件准备一个，咱过来这边参加一个开路线，吼，参加开路，吼，卖时间足我才过，吼。好，安尼头拄对好，佫念一解。我会回家，是要勇敢。我会回家，古水出名。我会回家，啥物拢唔惊。来，咱今仔的队长无人做呢。班长，你是家伙，你有叫咱的秩序，咧带队的秩序哦吼。啊，现在要做一个啊，就是咱一个安尼很好。在公车上盖他，公车啊，家上盖他，这就是新第一名。公车。欢迎小兵，站哦！加油！什么力量？去找那个。科技比朋友安全，家人世界有专员。来一文送你初稿喽。赞啦！恭喜婚礼呀！新祝你大家社会大气配，大家恭喜家。姐姐老赞，来，姐姐老赞，好，挺好。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赞。好，就欢喜吼，大家有这机会来参加咱这2023关台台语趣味文化营的活动。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嬷，还是亲戚拢好欢迎。咱逐年拢有咱的趣味文化营，台语趣味文化营。今仔日咱的赢主任哦，安尼好唔好？好。所以大家就足欢喜。这个伫遮的3天的时间，大家拢爱讲什么话？小朋友拢叫我什么名字？叫我做姐姐，即摆咱头壳都变做阿姨，所以今仔日凊彩叫，不要紧，只要大家欢喜。知影咱遮是倒位？来，我再教大家。真欢喜，讲台语，我爱你，讲台语，赞。
谢主委员吼，感谢咱总好。说法。对。较侪咧赞大家安好，我来记啊，看相去甲人当上济，啊相逢当上济，你来看伊啊摕什么礼品来送安好。公车，叭叭叭，阮这台公车上解趴，坐了数是第一名。高铁顶，高铁站，高铁里边又安全，在咱世界游台湾，咻！海外回家，身体勇健，海外回家，高水出名，海外回家，啥物拢唔惊。海外回家，勇敢向前行，一二三四五六七，回家叫第一。坐稳紧个顺，载稳飞去第一轮，第一轮创意阮好教。赞啊！亮亮亮，夏天尾。真趣味，大家做伙听天尾，哈大声，空灵声，拢是阮的名。去，牛车来去，马来去，来去园区上欢喜，赞啦！你就随会晓看恁的迄阵吼，你做老的，家己拍鼓啊，拍较大个，我家己敢若有做老无？大家起来，开始结婚了，开始结婚了，对，卖拍摄。好听摸一了，阿爷抱抱哦。摸了就对啦，摸了就换啊吼，摸了换。谢谢。拍太小了吼，咱大家正名吼，囡仔姊、囡仔兄，各位囡仔姊、囡仔兄，大家高早。真细声哦，我年岁较济啊吼，当天上下有囡仔姊、囡仔兄，大家高早。自我介绍，我叫做盖妖老师，来过这边。水哦，赞哦，袂歹哦，哎呀，你惊歹势。水哦，赞哦，袂歹哦，好，请向后走啊，来。水哦，赞哦，袂歹哦，透早到暗真拍拼。这个问题，透早是偌早？透早是啥意思？一大早就透早。来，咱大家用两种讲法啦吼，有几个讲法，一个叫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旁边。回来，一二三四五，看了没？
小爸爸，做卡正卡，容易咯。评审也会评分哦。挺细细，到的你容易。水山水里记。来，看一下较正常来，各卡正卡跳跳跳。跳跳跳，各卡正卡，一头卡，第二前，平细细。事事拢顺利，水沙水水。来，开始切玻璃。镜头看。容易，小爸爸，单回去。来，快点跳，快点。金细细，落地啊！太大，淡薄皮，容易哦，拢顺利。淡回去。各他正他跳好团，各他正他跳好跳。是啊是啊。跳跳。
陈玉哦，这厉害，什么国小？有哦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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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嘣嘣嘣，你是前后起球哦，说哈，你在弹干汤，对，然后女生球哦，德吉他，男生嘞，中间五八行，中间有归行，以前的人在标写恋爱节是不是安那样？就先爱了，呵，哎呀，丁字裤。丁字裤，我的丁字裤，我的地楼，哎呀，看到哪个这个你看，这个是盖的啊。
若水阁有效果，绝对袂互恁失望。当有影，我真紧张哦，我真紧张哦。好，来头家。藤啊，飞翔。我来大客哦，我会晓。阿伯吼，要带咱去的时阵，咱来加较乖咧吼，等影无好。啊，迄个咻一个大拢伫遐咧算，规伊一个人袂用咧算的，就是老师袂使算的吼。我再做一个互你就好啊吼。好来，要算的时阵，小朋友注意听。
的果还袂当用，因为无遐尼紧对不对？那恁家己准备恁的果，先。好，感谢老师。一包才给他算。对。大家好，来，你记得爱平安，你不管做什么，你都爱平安，好，好啦，大家好。好，老师今日上请。老师来，对。确定随机做资料，如果。咱进前来听这首歌哈，咱上看。恁等下爱注意听迄个歌词的内容啊哈，伊伫恁的手册题目遐。过山，人门啊。这位太公太母，年代母亲我影响。这位太公太母，年代母亲我影响是他的，现在即将出名。用咱的
的骨气，增咱的骨气，用咱的血汗，用咱的血汗，过咱的文化，过咱的文化。做总统，做一党的时阵，起码听到讲民主哦，因为迄个重要的，所以哦，伊就一个按时，伊就咧做基层活动做大好，咧走哦，嗦嗦发发咪咪瑞嗦瑞瑞。好，白色哈，来，我帮你拿哈，来，快点，抖抖抖，抖嗦。在想阿爸都有食到，嘛会使叫爸爸。这边嘞，阿母啊这个嘞，足老的。这个阿爸跟阿母的。对啊。对啊，就这边。对啊。这个是上悬的，这个阿祖。那是阿公阿嬷的爸爸嘛。阿伯甲这因太太因某，恁叫什么？对，足老的阿婶对无？对吼，爸爸因为爸爸恁叫啥？阿公，对。再来这边。以前阮都有教歌吼。好，加算，咱遮除了拜以外，其他9点到下晡5点，你拢会当叫恁厝的人来算吼。暑假无得去，才会当来算时间咯吼。好，来。知无？俊哦，你若想要教啥物物件，会知影无？红果。西瓜，快点！你唔好一起干，我个出来，我起来个起。但是目前刚才有怪啊，袂使照出。咱即摆无开好照出了啦，所以这点咱一定要开始。你若想讲要做地嘛，违反。讲台语。金华语。再来。讲台语。秃头，还帮我表示秃头，还有这遮啊，包括什么任何在里面。好，伊咧做主持哦，吼，主持的时阵安怎呢？我开始一定有人当时就有秘书，来宾秘书，好，过来伊反正叫你讲对好，你讲话人爱挂。嘿，来，这个爱挂对吧？55支。55支的哦。嘿。过来，你一定爱挂嘛，对吧？好，再来，有啥物人爱挂？然后。伊手莫有5支啦，若是有诶变。你咪当做吼，你用手麦的，你手麦的，我手麦要挂的，你嘛爱挂。来，安尼啊，你顾家人爱人哦，食软啊，你不要往前，你挂倒。你是讲落的，你是。
啊，各位家长敢有啥物想法？那有啥物有囡仔来参加咱这个活动？啊，有一个囡仔，会使有一个家庭会使分享无这个台语，咱的母语的情况落安尼。咱是首先来欢迎咱的主委员，甲咱这个来讲。助力咱的台语文化呀。我这个是咱的校长，当校长，咱恁可能已经知影，我以前捌在遮过嘛，也是讲讲有偌济吼。无因我想这个就是看起来，其实咱已经以前捌来这个所在的人，以前捌来过，就是未做年务的时阵，捌来过啦，介绍过，知影这是啥物所在无？捌来过，较近尔，对无？以前是靠平名区，我古早迄个时阵就是做乐手的时阵，我去甲讨着，去甲分名，迄阵呢，国防部贵的吼。而且阮讨倒来，因迄阵分赢才拢总14架外的，才几十个人因伊就无伫遮咧训练所以我做部长代，我迄吼去甲讨倒来啦吼。时阵咱知影要甲国防部讨训练，但是因都无咧训练啊嘛，这互咱会当做好的训练，而且互伊有法电，你头有的互我来就讲，以前艺术高中托管。所以因咧学校袂参加比赛，分像几个囡仔就偌济家长去唱，所以就是中华关咱推动本土语言算是真要紧一个关系。但是照讲，咱也毋是专业人讲台语上好的所在，但是咱有足认真，比方我就是真正的时间，咱甲校长差就是我好。你嘛拢班长，伫后壁你看迄个干咧本土语言资料化，国际我跟名声对啊毋对？对。本土的你家己就爱识字的，你若知影你啥物人，你家己的话你就袂讲。第一题厝要来等等活动要开始啊吼。首先，咱欢迎各位声优就当属长。再来关怀基金会当属钟万蒋满蒋董事蒋董事。咱的秀芳主委带来咱介绍咱议员庄胜汉庄议员，来关心咱请代表林志儒林代表，带来咱李委员，各位小朋友，安尼足欢喜恁伫遮安尼快乐过3天，然后今仔日下晡就是爸爸妈妈拢有来阿公阿嬷拢有来你看恁种上好的，伫遮有学着啥物？会当通认真甲表演落出来会晓咩？我敢若听着你好我大家拢出来然后看你表现后壁佫有礼品咱下时间讲了佫有点心，敢有点心？恁知影敢有？有无？就是有认真表演的，较有是上勇的。爸爸妈妈上疼，嘛是阿公阿嬷上欢喜的心肝宝贝，对无？好，大家拍鼓啊！大家举拍鼓啊！甲老师拍鼓啊！甲带姐姐大家嘛甲后壁的爸爸妈妈拍鼓啊！因为是爸爸妈妈请来，所以有互咱有机会做伙伫遮欢喜。希望今仔日伫遮区一直拢伫遮。希望大家会当普通时原来会使来，咱有足济活动，欢迎大家拢会当做伙来参加。好，我就讲接恁的时间，今仔日的时间是恁的好，多谢大家，多谢。好，多谢张司令，感谢感谢咱兄队的兄长，也是咱三民国小的校长江校长，咱关怀基金
关怀文教基金会，咱就像董事长嘛是我头家啦吼，咱蒋董事吼，所有咱大朋友、小朋友，咱来遮爸爸妈妈，大家午安，大家好，有欢喜无？明年要搁来无？来遮较大咧，好无？我知你讲真好，爸爸妈妈嘛真欢喜啦吼。感谢关怀文教基金会咱周董事长，爸爸妈妈可能唔知，联合国有讲吼，台语是一个可能未来30年、50年都无人会晓讲啊。咱这下呢吼，甲爸爸妈妈可能甲我年岁较相像，咱也佫细汉会拢会伫厝讲，但即摆囡仔除了营队以外，当然嘛爱讲台语好无？大家拢爱讲好无？恁讲的哦，伫咱的文化，伫咱生活当中，就拢会当来，逐工来使用，莫互伊消失去。咱会继续来努力。小芳因为伫等下路，咱因为咱展览要开始啊，嘛莫耽误大家的时间。阮会继续努力，甲这个活动做上大的后课，阮来争取经费，互咱基金会继续来办这个活动。规个团队，咱自由代表搁拍起来，大家挥手一手一下。搁咱党区代表蒋炳辉党代表嘛伫遮，阮拢是由委员带起来带大汉的。阮会继续努力，希望讲台语会保持各位，祝大家暑假愉快，好无？好，谢谢。当然有吼。鼓励吼，咱的蒋校长，咱文教基金会总当署长，生态议员个自如代表，所有咱的老师各位小朋友、各位家长，大家午安，大家好。谢谢。足欢喜吼，每一年咱关怀文教基金会举办这个文化营，拢会当有遐尼侪咱的小朋友做伙来参加。我嘛足感谢咱的文教基金会。已经推动这个台语20多年的时间啦我家己的囡仔我2个小朋友为细汉开始学台语，参加台语的演讲比赛，参加台语的文化营，即摆已经是大学甲高中啊我感觉讲，互因学这个台语，因会当得到足侪为这个课本，还是讲伫这个文化营内底，伊会当学到足侪有关台语的这个文字，甚至伊即马摕到台语的册，伊就会知要安怎念。所以我感觉讲基金会会当持续来办这个文化营，还是讲办这个活动对咱还是讲对咱的家长来讲。这是一个足好，互咱的囡仔学习的一个所在。所以再一次感谢咱的基金会，嘛感谢咱所有的家长愿意小朋友来到遮祝福大家感谢，谢谢。感谢咱小礼物咱婷婷，这边是这温队碧妍阮这2天训练这个小朋友，讲训练是较歹势，就是讲哪算哪7分，大家唔通见怪，因为闹气，你得甲拍破一下，安尼好啊，好啊。好，来，咱接下来要来欢迎这温队汉甲牛车队，咱要来演出台湾台语新乐园，拍破啊，鼓励一下。您看，关怀趣味台语文化营已经起稿了，进来哦！噔噔噔噔，嘿！噔噔噔噔，嘿！噔噔噔噔噔噔。机会要紧怕，想好前路就紧怕，无畏。大家好，我是家庭文化艺团队小小导览团，这是台湾队，台湾牛车队，来比方这我给。
啊，咱是要导览啥物啊？咱大家甲看落去就知。来到大地方，做伙来到大湖，咱来唱歌又唱唱卡乐，是在是家处理。中华美术馆上隔壁。这个地头所在看，风景水，到时间实在是有够赞的啦。电影馆。阿妹旅馆。哇！啊，什么是？这休息好简单的。用咱的话语，讲咱的故事，用咱的歌词，用咱的文字，当咱的过去，用咱的会话，顾咱的文化。阿仔讲一包，我来去老母，做伙来讲台语，用台语唱歌，用声唱卡路，实在是真处理。高公园馆内面有一台大电视，内面的对对碰。上界受人欢迎，咱一个遐会当学台语，伊会教咱台湾的规矩。干嘛？去啊！西瓜，有没有？有啊，谁呀？真的哦。是啊，请看。我念错了。
大家听我讲，我要带大家来去参观图书馆，做伙看册。图书馆内面有斗冷气，若是拄着6月火烧无，热甲走无路，来图书馆，若看册，若找免钱的冷气，安尼毋才是一兼二顾，木马兼水库。哈，你要去洗裤？放不是啦，我是讲顺线探中华的意思啦。等大家若是有闲，就会当去图书馆做伙看册哦。好。做过来，主人毋输定就歹看面。我遮嘛有一本台语绘本的。台语绘本。是啊，其实我上喜欢的是这本《黄虎印》。黄虎印，就是咧讲咱台湾历史的黄虎印啦。啥物是黄虎印？这就爱讲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迄个时阵，清朝战败，甲台湾甲澎湖割予日本。当时的台湾人为着要对抗日本，成立台湾民主国，国起一粒黄虎印。故事就是咧讲咱台湾人伫日本时代奋斗的过程。总统府资政姚嘉文甲700多万字的小说《黄虎印》整理出这本台语绘本。用简单的方式，互小朋友看有这个故事。好，即马换阮来读绘本，互大家听。中华辉煌，向日中华百万山河，一年四季花开月爽，樱花、梨花、凤梨花、花水梨塘，江水荡荡，花枝送在行，一切出场到地上。牛头、蛤蟆、甲麦鸡，谢谢有天理正济第一菜，比赛着头名。爱将风声手会扬，青春悠，茉莉花在花开，万小情看情，欢喜笑眯眯。好山羊在地公去地主母，文艺桥，万小地白家有。咿呀呀，我一在种西瓜，上青菜，做菜肴，因果的繁华，爱心灵，花草的心态动流，乌当家，土窑家，六桃米乐，风味菜。我今日要讲4个者，头一个就是一个花分横，
啊，遐有米粉，你若看到有人咧做米粉，就代表风很高啊。安尼你会看到红尾柳伫咧顶头洗，亲像是要偷食共款。安尼恁敢知影做米粉的四个撇步？知啊，头一个是要创啥？敢有人知影？无人知影。头一个是磨米粉，安尼米粉磨了，恁感觉要创啥？唔知影，真正无人。有奖品哦！来哦，上面，有奖你，头前两排的你，有你，有啥？烧米粉，这米粉唔对，你，唔对。米粉好，一米粉对啊！你为啥现到第三页？哦，安尼一米粉的后一步咧？吹，啥多谢？安尼就鱼，无，毋是你后壁迄。吹米粉，毋是。对，相讲的。吼，毋是讲咩哪回答？你，爆米粉。好，安尼迄个米粉拍了后，做咧。食米粉。相公的毛人一个。你，迄个。唔是，是青的，你要安怎食？相公炒米粉，就你。你，迄个，对。用啥？迄个啊。你嘛有吼，安尼嘛互伊。后一个是伫咧路港，你若去路港看到别人咧自由啊，就代表你已经到路港啊。迄个红尾柳会伫咧路港遐，伊会偷食蚵仔。搁继续一站到葡萄园，到葡萄园遐，会看到迄个红尾柳咧吃葡萄，安尼敢有人要起来说？好，你，高尾鸟，你，起来，起来，后壁咧。用葡萄，因为红尾柳上爱食葡萄。哦，恭喜你用着，你用着，无用着不要紧，小奶个有后一个，是个好对啊。对嘛，你有奖品哦，一下。葡萄拄则有人抽着啊，对。
去互迄个牛伊给咱看到，即个牛经的啊，别人拢会翁尾你就会在头面，安尼大家拢就好。多谢大家。这样对于这代表是，这个也是帮家成小朋友，伫个2023年7月初啦，伫个甲2023年7月初8参加部会举办的2023关怀台语趣味文化营活动，伊甲表现最优秀的，特别颁这个证书，伊表演的在团团年关怀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周成玉，生源2023年7月初8。阮前囡仔有后来。国家队的代表。
拍落，阁有台语绘本的，咱赶紧找来台语学开算啊！好啊好啊！来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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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表演来，好来，就来，来，好，咱接下来颁。来看这项医疗起来，软软 Q Q， 互你用，伊是啥物？我知是麻糍，比麻糍较细粒。我知是细粒的麻糍，搁较细一罐。我知是少细粒的麻糍。好，敢要真爱用麻糍，搁想一个生肉咱上规矩，真侪心水虾啊！到底是啥物？恁大家讲是啥物？是软糖仔啦！哦，毋对，就是软糖仔。今仔咱来欢迎倒软糖仔出来。大家好，我是倒软糖仔，我洗做真古水，家己来酸酸甜甜，真好食哦，真好食哦。食了后，恁就会受我影响，一直想要困。话人讲成福事，然后就互我控制啊，哈哈哈！互阮控制啊，哈哈哈！倒软糖仔看起来古水较好食，不过有一寡教因仔无介意软软的感觉，要安怎？要安怎？无要紧，我这个有倒跳跳糖，小朋友一定会真介意来拍鼓啊！欢迎倒跳跳糖。跳跳跳回用，跳跳跳回送。大家好，阮是倒跳跳糖。我有白饭做的成分，甲我食了，你就会马西啊马西，一直跳一直跳哦，一直跳一直跳。若无继续食，你的身躯就会真艰苦，敢若有虫仔一直甲你咬，一直甲你咬。一直甲你咬，一直甲你咬，所以因此好，一直爬，一直爬，一直
安尼我就会参加游洗洗啊！哈哈哈！游洗洗啊！哇啊啊啊啊！我吃的狗奶啊，真久食，伊若无爱食甜的，要安怎呢？要安怎？无爱食甜，哪有可能？无要紧，我遮阁有厉害法宝来，咱欢迎豆妹仔粉出来。大家好，我是豆妹仔粉。阮食起来爽味，互人食到精神饱足，而且阮是特调剂哦。头头啊，甲恁讲，阮有请茶花药。只要这个落钱啊，食落就会落钱啊，像僵尸共款，互人控制哦，哈哈哈！互人控制哦，哈哈哈！无这妹仔粉手担无好出啦，无要紧，阮遮阁用啉的豆奶茶来，咱欢迎豆奶茶出来。大家好，阮是伊个趴小朋友上爱啉的豆奶茶。阮啉落去就会开始足如果啉这会祸害你的神经，互讲就会全美化，互讲就愈来愈细。安尼啉就会早袂爽，最后就会规世人包着煮啊哦，爱包着煮啊哦，哈哈哈！哇，恁做的豆糖啊，效果实在有够赞呢！迄是当然的，安尼你想要买几项？效果这么好，我当然嘛拢买。这1000万，互你1000万，好，真感谢你。快点啊！在，紧甲这豆糖给掠起来，救人哦！你这是咧创啥？其实阮拢是警方的人，阮早就怀疑你的工作有问题，即马互阮掠着啊，你着准备食免治饭了。无错，伊这可爱的大头家，有了的新型的毒品，搁好嘛代志的囡仔中毒，实在有够歹啊！各位观众，你有看到无？食毒害人害己，千万唔通食毒啊！千万唔通食毒啊！尤其即摆的毒品。包装甲亲像糖啊，您千万唔通互因骗去哦，唔通互因骗去哦。讲遮多的表演，上课的豆糖啊，到遮结束，散戏，行礼，多谢大家。我现在高一点啊。讲台语袂使凊彩，爱一字一字讲清楚。讲清楚。好，老师，我暂时散。就是4行车库，4行车库已经100岁啊！100岁啊！遮老哦，遮老哦。你讲啥？无啦，老师，我讲4行车库是家己继续保存的化金赛。4行车库是台湾唯一国的有人的市场化的国定古迹，太厉害！真高，继续讲。伊是一史时期留落来的三国之典，
1922年起的，是伫咱彰化车站的北边，属彰化机务关，即马开放予民众参观。库房建物以吊车转盘做中心，车库方向99度分线，总共有12公车路，正做一座半移车库。一个车库向外展开，开始，佢叫做4型车库。火车在外口走走，大家坐客多用的所在，所以4型车库叫做火车头路馆。火车头路馆，在山里来车库，看火车的出口，我看一台特别火车，各长官的用。上重要的是要会参观的，敢若爱派一个人去登记就好。我来去员工利用废气，家己总会家机器人才有地势。4型车库是台湾铁道文化保存上完整的宝贝，咱彰化一定爱来一转。看全台湾唯一一座4型车库甲铁路村，了解属于咱彰化的铁路文化水，见证铁路历史的演变，见证铁路历史的演变。大家拢真认真准备，安尼咱就来去4型车库做参观。用讲的收网，阮来演互恁看。耶！火车行到伊就阿妈伊就丢，爱用泵桶来，泵桶的水伊就丢丢，大妈伊就阿妈伊就丢啊伊就丢落来。嘟嘟，轻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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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你听那3个数字中，大家好，我是胡莲花回车。今仔我要来去4型车库休困，夜晚90度，嘟嘟，轻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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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库嘟嘟，轻枪轻枪轻枪，我休困好啊。来去台北佚佗，嘟嘟，轻枪轻枪轻枪，夜晚90度，嘟嘟，轻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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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发，再会，嘟嘟，轻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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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轻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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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汽水号火车，今仔我要来去4型车库来保养，倒弯80度，嘟嘟，轻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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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库，嘟嘟，轻枪轻枪。保养开始。保养结束。出发，嘟嘟，轻枪轻枪轻枪，正弯80度，嘟嘟，轻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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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库，嘟嘟，轻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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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4型车库，互咱有一个会当休困、保养的所在。嘟嘟，轻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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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开始。看我的火车，身体勇行。看我的火车，风水出名。看
这个平台，我想愈有做伙，因会当招搁较侪朋友，因的真济会当好开，有安尼讲，恁就感觉恁的囡仔拢足够演，拢足够讲，足够笑，足够叮当的，有无？恁有感觉真欢喜无？拍一个鼓甲咱的小朋友再鼓励一下吼，欢迎多多来参加咱的活动。阮发觉会当鼓励咱的囡仔，包括咱的家长，拢会使来参加咱的足个活动。包括咱的学生队、同乐队，是童军团，是戏剧队，咱拢欢迎大家来。然后一礼拜就演戏吼，大家嘛欢喜。抑搁咱第二梯、后梯，就是后礼拜开始有咱3天，可能会咱可能会延长搁较侪天的吼。所以若有恁感觉安尼来袂歹，请你甲恁的厝边头尾是亲戚朋友，互因知影讲咱安尼好无？会使互恁的其他朋友会当做伙来，我想就多谢大家辛苦。这小朋友大家表现拢有够好，因为遮尔好，拢是这家长伫厝里有鼓励，有努力，请咱大家做伙来努力。咱开始结会，对了，咱的老师都抑搁有咧送互咱大家吼，来好。